台南为了建立友善育儿环境，目前已经打造11处亲子幼幼馆，和幼儿甲父母有专属的活动空间。19号市长吴永泰来到安平馆，除了关心目前正在推动的亲子故事营以及甲幼儿活动，嘛表示为了减轻家长负担，率先全国实施防疫补贴。强调除了长辈以外，就是烦恼未满6岁婴幼儿受疫情影响，所以符合条件民众将发放1000块。预估今年有51万的民众受惠，其中幼儿就74000多位。幼儿染疫的话，爸爸妈妈一定有人照顾他，照顾他很容易被传染，也就染疫了，然后再传给其他的家人，就这样变成连环爆。因此呢，我们特别着重在这个部分，希望给防疫津贴，给这个家长去购买一些防疫物资，口罩也好，儿童用的口罩也好，酒精也好，或是快筛也好，因为儿童用的快筛都比较特殊的规格，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让你捅鼻子啊，那因此这个部分我们都特别希望说家长能够有一些物资。那因为去年有发了5倍券，前年有发了3倍券，但是今年中央政府没有再发券的计划，所以我的地方政府那虽然资源比较不足，但是我们也努力来，希望能有一点来不无小补的帮忙大家做防疫。亲子梦想故事营主要是以绘本作为教材，培训讲师来甲幼童家长互动，其中参与活动的家长嘛亲手制作小风吹送予市长吴永泰，并写上祝福甲愿望，场面相当温馨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。